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3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般拢会认为传承传统文化拢是年岁较大的前辈，不过伫后壁区有一位师傅林宗范制作乐器已经20年，今年却只有29岁，而且更加难得的是，伊阁组团来研究保存看蒙歌。总统蔡英文上午嘛以着中华文化总会长的身份，南下颁发匠人魂，学乐伊英雄出少年。透过文化总会所翕的影片，记录今年只有29岁，不过制作乐器已经20年的林宗范，伊对国小3年就无师自通，向各行各业学习木工电机家，一直专心研究，坚持到今。林宗范对伫传统乐器制作的认真甲热爱，更难得是传承双重仪式当中的看蒙歌。而且甲朋友成立看蒙歌团，担任红头法师。上午嘛，伫总统蔡英文面前表演。热爱咱的传统文化，咱爱愈本土。才会当愈国际化，简单就是安尼。面对后壁出一款愿意承担来保存文化资产的高人，总统嘛亲身颁发匠人魂的锦旗，而伊是台湾人的公言，英雄出少年。那接下来，英雄出少年，现代是真的。前拄啊，我咧看这个看门歌的表演的时阵，我相信讲咱的表演者各类少年的。演员我相信你们都没有超过30岁吧？没有超，有一个但是这么年轻可以把一个传统的文化跟传统的艺术这样淋漓尽致的表现我真的觉得很敬佩那也觉得我们有一句大家常常讲的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确实是真实的人生，也就是英雄出少年。而且行行出状元。会长市长吴伟霆嘛肯定宗范是少年师傅，却有古早灵魂，甲一般人行无共款的路。特别伫后壁这个传统保守的所在，更是难能可贵。希望中央甲地方充分配合，持续来传承传统艺术。台新闻本志林跟采访报道。除了总统蔡英文来到台南以外，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返来台南，佮接受电台访问。伊除了趁机会宣传伊的政见以外，也再次强调参选到底的决心。另外，针对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总统无需要对中国的言论做出回应，批评讲这种鸵鸟心态做法是无法度守护台湾的。虽然今仔日总统蔡英文、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拢伫台南。但是因两人并无见面。赖清德今仔接受电台访问同时，也趁机会录一个广告，向大家宣传伊的政见，同时也表达参选到底的决心。我有一阵子都在各县市跑嘛，比较少回到台南。今天回到台南来，特别来快乐联播网接受专访，把我的理念再一次清楚说明，真的国人的支持。那另外呢，我也回来台南。录了一支广告希望能够在各电台能够播放。那基本上呢，我是希望国人能够支持我。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伫习近平讲完一国两制后，台湾啥物拢唔免讲。对此，赖清德也做出回应，认为这种鸵鸟心态的做法，并无法度守护台湾。那今天柯市长在台北市议会面对议员质询的时候，很可惜他没有表明台湾的立场，也没有表达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国互不隶属。我们反对一个中国原则，也反对一国两制。只要求柯市长只要求就是不要理中国。我觉得这种鸵鸟心态的做法是没有办法守护台湾的。
所以我敬请国人能够支持我在未来只有赖清德最有能力守护台湾也可以发展经济、改善国人的支持所以敬请大家能够支持我。今仔日也有媒体表示，蔡英文总统即届来台南是要陪条卡兼顾条卡，但是赖清德认为总统来台南，大家拢会着真接待，并无需要扩大来解读。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配合市府推动庙宇游计划，市警第5分局30号暗时，伫北区文玩里活动中心举办游击宫庙行动公约座谈活动，包括地检署的检察长、警察局长，甲市府各局处的人员拢出席，共同见证，希望透过宫庙自律，互庙会文化愈来愈进步。活动由台湾国际鼓队加大埔国际客家族来表演甲挥舞舞，透过小朋友精彩的表演，现场就亲像庙会盛事同款，嘛展示政府对传统庙会文化的重视。会中出席的包括地检署检察长林进春、警察局长黄宗仁、巡守大队长宋俊明，以及市府、民政、环保等相关局处的出席。现场嘛邀请辖区内77间宫庙共同签署行动公约，希望透过宫庙的自律，提升咱市庙会文化的水准。市政府团队要站出来，不只说不可以会，不只说要保持，而且市政府应该挺身而出，各办，把阮的合体来配合你，互恁的行路较顺利，互恁的绕境较顺利，互恁的做酒较顺利。互恁咧绕境，袂去搭着车，袂去用险机，阮来协助恁安怎放炮，袂去互真互庙老百姓险机。市政府要做头跳出来，警察要站在市政府团队的前面。让大家相信今仔日也借这个行动公约，能够提升咱台南的文化古都的文化城市，能够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文化上重要的讲。给他往动，但是不要动手。你后面那句话，凝聚众多，来提升，让咱台南的文化能够升值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拢像咱台湾同款，拢是一个文化有气质的台湾。根据警察局的统计，在去年5月1号到27期间，警察局处理宫庙妨害安宁的总共有134件。不过，警察局对今年5月推动宫庙的行动公约提案以来，甲各宫庙的主事人员充分来沟通，同期受理的案件就降为78件，降幅高达42%，显示各宫庙对着维护社会安宁拢有重视，而且成效嘛袂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湾手表天团、台南护专以及台湾长照教育协会共同组成的老人养护中心三合合作委员会，31号伫新化区的天团老人养护中心举办三合合作启动仪式，透过三方的合作，将提供予老大人更加完善的服务。台湾手表天团以回馈社会心，伫民国90年就成立了天团老人养护中心。20多年来，用心照顾机构的长辈，会当讲是宗教界模范。这摆天团养护中心甲台南护专进行三合合作，伫希望未来会当成为南部养护中心的标杆机构，持续将老大人当作家己的亲人看待，再互时代更较优质的服务。台湾什么天团是取之于社会。取之于大家信众，所以大家就积义成求，就来奉献自己的心力，那设立这个相当有规模的老人养护中心。那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老人养护中心，能够年积己积的精神，能够好好的照顾。产学研发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带进来更新的模式，然后来协助我们在照顾的模式上面能够提升。第二部分呢，它也可以成为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习场地，跟未来的这个就业的场所。那同学们能够进到这边实习的前提，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照护品质能够提升。对着天团养护中心甲国立台南护专的三合合作模式，出席启动仪式的内政部民政司长林清奇，除了表示欢喜甲感佩以外，
也希望将这个三官学3年的合作案推广到全国。台湾手庙天堂跟我们台南富专的这样的一个携手合作开始，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能够推展给这个全国各地哈，不但在台南市推广，也能够推广到全国各地，也能够让我们的宗教界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学界哦，甚至于包括到这个产业界了哦。另外，为了让河专的学生甲社区长辈方便来往市区，市府交通局嘛特别伫永和中心门口设立公车站牌。未来想要来到永和中心的民众，会当伫台南河专门口坐绿线15号公车，得当到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要关节马上登来新闻头条。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位伫中西区的老牌饭店业者，饭店内面的西餐厅是台南非常经典的餐厅之一。为了提供消费者更加优质的用餐体验，现主时推出全新的5道新菜。另外，也要甲外送平台合作，推出经典菜色的外送服务。画面当中看到的这几道菜色，拢是即间台南老牌饭店业者所推出的新菜。作为台南经典的西餐厅，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加优质的餐点会使品尝，经过侪间的研发，也推出了这5道菜，要让喜爱西餐的朋友会使有更加侪的选择。圆顶西餐厅呢，在从6月1号开始呢，会有5道的新菜在我们的夏季做一个新菜的发表。希望6月1号开始，给圆顶西餐厅的客人呢，都有一个比较精致，然后品质更提升的一个餐点。那5道新菜呢，有牛肉，然后有猪肉，那也有一些海鲜的料理。那欢迎各位朋友，台南市民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也都可以来餐厅来享用。现在饭店的西餐厅嘛有甲外送的平台合作，推出了4道经典菜色的外送，当中也有2项是外送限定的。我们外送的餐点这4道的料理当中呢，有2道比较特别的，就是红酒炖牛肉加炖饭，还有意式烤鸡呢，还有意大利面这2道呢，在餐厅里面是没有使用，没有点用。那没有这2道料理，只有服务给外送的客人，因为有些人会他的主食还是喜欢吃饭或者是吃面，那为了让这个料理更普及化，让大家可以都喜欢更亲近西式的料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增加了这2项，就是有饭有面的这2项的西式料理给大家。现在新菜色打上市，业者也有推出侪优惠，爱食西餐的民众嘛会使来试看卖。如果订无到位，嘛会使用线顶的订餐服务。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让家友感到性麻痹家庭感受5日节的欢乐气氛，中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特别举办活动，邀请因做伙享用美食，并且安排义诊、安家辅导，搁发红包送物资。中央慈善基金会今年5日节关怀活动，结合家友爱心之家甲柑仔家居戒烟协会，选伫连锁火锅餐厅举行。邀请100名家友甲脑麻协会50名会员共同参加，会中除了享受美食，也搁发送物资甲红包。另外，嘛有弱势支持计划，提供自相辅导，帮助这弱势朋友会当重新站起来。我们所谓的安家计划是，他如果要脱离一些有
不在外面继续流浪，他想租房子住，而且他有要工作，我们就补助他的那个房租，让他能定下来，脱离这个帮他脱离这个皆有的行业里面。中央基金会创办人罗本天津仁波切表示，他会活动除了让家友感受来自社会关心，嘛希望会当组织大家大爱，帮助一时困难的家友找回人生希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台南安平有一阵热爱钓鱼的钓客，不过因为渔港并无合法开放，所以一直传出钓客甲渔民的纠纷，甚至冲突的事件。所以，日前渔业署港务局甲台南市政府特别邀集钓权会甲渔会共同协商，希望伫个无影响渔船航行的前提之下，会当开放钓鱼。来到安平新北堤港边空旷环境，加上阵阵海风，就互人做放松，而且堤岸顶一排满满拢是钓竿，暂随时拢有人来食。无论钓新鲜的体家己加菜，或者是无头路来遮度时间，甚至是钓起来卖拢有。不过其实遮并无开放，所以也是有禁止钓鱼的罚款，有严格控制车辆等公告，只是以劝导为主。嘛，互钓客一听到中央有意开放渔港钓鱼，拢欢喜甲。包括前议员李文静退休以后，嘛来遮钓鱼，感受真深。重点嘛是这个环境啦，环境咱啊，我都甲保持好的话啦，这渔获袂歹啦。当然嘛是欢喜啦，希望大家钓客拢较爱惜这个环境啊。大家足重视休闲的啦。咱若下班，也是讲休困无上班，咱就来遮晒海风，来遮钓鱼，身体佫健康，佫当带某仔囝，来亲近咱的海洋，亲近咱的自然。钓客当然也双手赞成，不过徛伫渔民的立场，认为已经影响渔船出入，加上双方不时传出纠纷。渔会透过代表大会提案，强烈表达反对，要求政府一定要有所制度，用收费、加发证照等等来管理约束。我相信讲慢慢会浮现问题出来，就是你海钓的身份，迄个你若无改归纳起来，发生纠纷伫，包括周边环境的整理，这是拢啥物人应该来指出来。希望咱政府一定爱看有一个规范，甲伊统筹起来。那么这些钓客的身份是要采取由渔会来归纳进来，是采取渔会的会员制，或是我们政府呢来发证照。面对钓客甲渔民的立场冲突，生态海洋科技甲事务研究所教授陈章林表示，就法来讲是应该开放，不过有关需要针对各地渔港进行评估，详细制定管理办法。也许这样一个钓友的一个进来，也许相对来讲对渔港的一个活化或发展，也许是有一点有注意的。那可是问题是，对于钓客来讲，你想要这样一个场域，那渔民他也会担心，就是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对我的渔港带来麻烦？所以麻烦包括一些垃圾的问题，还有包括你是不是会在一个场域上会干扰到渔船的一个作业那其实我是觉得这部分是可以透过双方，比如说一些游戏规则的一些定定游戏规则的一些遵守的话，是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那当然也不是说所谓的渔港全部开放因为事实上台湾有200多个渔港，那这些的渔港里面有些可能它本身有渔船作业就已经非常的活络，对经济非常活络。那也许可以去选定这几个比较属于还有一些渔域的一个空间我讲的是场域的空间，可以让钓客来去使用。以台南安平为例，如何伫无影响渔船航行，对外开放渔港的外风波堤来钓鱼，包括要求钓客组团体来自主管理维护等细节，就是等待中央渔业署公告，以创造双赢。台南新闻阮志玲跟专题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